你有冇試過一種極荒謬嘅時刻？凌晨嘅寫字樓入面，幫同事執好早已過期嘅方案，個項目最後變成佢嘅高光時刻，而你個名、星期甚至連文件備註欄都冇出現過。你捱足通宵傾盡心力聽念物傾訴一段唔開心嘅感情，點知佢走出陰霾，結婚嗰日你先發覺自己連受邀嘉賓都唔算。星期你買一大堆昂貴補品寄俾遠方嘅爸媽，佢哋收到第一反應唔係開心，反而鬧你亂使錢，仲將啲禮物轉送親戚。嗰一刻你獨自走係深夜街頭字啊，望住空空如也嘅微信好友清單，心入面湧起揮之不去個空虛感。我成世人對自己唔夠好，對人卻掏心掏肺，到底為咗咩呢啲付出？究竟有冇意義？如果你而家正被好人冇好報呢個念頭困擾，咁我帶你返1500年前睇下道教嗰本被中國人遺忘足1500年嘅嗰道人經。星期好多人以為咧只係晦共難明嘅經文，甚至覺得同現代人生活相距108000里。但如果你靜下心讀明白，就會發現佢唔單止寫俾別是惡之間能擇嘅人，星期更加係專門為每一個覺得活得冇意義嘅現代人開嘅特效藥。經文話你知咧，你做嘅每一件旁人睇落微不足道嘅小事，就算你自己覺得白白付出嘅流水事，星期係天道紀錄入面都有一個厚重嘅名稱，叫做道咧，唔係宗教虛幻嘅說法，而係一套通透嘅處世心法，教我哋喺呢個人情淡薄嘅世間，星期點樣守住自身僅剩嘅溫柔，亦都解釋點解你以為白費嘅善意，先係你成世人活得最有底氣嘅憑據。首先，我哋要徹底打破一個認知枷鎖，高度唔等於高高在上，救世主先做到嘅事。好多人一聽到道人，腦海即刻浮出道士僧人做法事，或者好似聖人一樣捐幾百萬救濟無數災民。而1500年前嘅道教直接講清楚，但大錯特錯。所謂嗰度就係日常生活入面每一件具體帶住溫度嘅舉動，甚至比善呢個字更貼地。其善多數只係內心嘅評價，道德層面嘅自我標榜，但嗰度係實實在在嘅行動，係你幫鄰居拎起一大袋垃圾，係見到路邊吹亂嘅快遞盒順手擺翻好，係不停抱怨生活嘅親戚面前默默斟滿一杯暖水。呢啲舉動冇一件驚天動地，卻證實一件事，因為有你呢個世界呢一秒變得冇咁難啦。既然道咁平常，點解道教將佢分為3個層次嚴咁劃分？分別係道厄、道心、道生，每一層都對應現代人最深層嘅痛苦。先講道厄，星期就係生命入面突如其來嘅小麻煩，擋路嘅小關卡。好多人以為只有火場救人、絕境施捨先叫道厄。其實唔係，落雨見到冇遮嘅路人，而順手將遮棚挪過去佢嗰邊呢，就係道厄。見到對住地圖迷路彷徨嘅年輕人，主動指路呢，亦都係道厄。道教睇得好通透，人一世最需要幫助嘅，往往唔係生死關頭，而係被困係累歲困擾入面嘅無助時刻。呢種無助雖細微，卻足以令人心灰。而你一個小小舉動就可以終結佢嘅厄運，你覺得只係順手一做，但對於跨過難關嘅人，你就係佢當日遇見嘅貴人。下一層道心先係直擊靈魂深處。老實同大家講，所有關於過度嘅修煉之中，道心最難，亦都最珍貴。我哋身處滿載焦慮嘅時代，肉體創傷尚有藥可醫，但心底入面嘅苦意同空虛，邊個可以諗平？當晚陪男物傾訴失戀，你唔單止陪佢傾偈，係用自己嘅時間承接佢破碎嘅心，聽親戚無休止嘅抱怨，唔打斷，唔講半句，我明白，只係安靜陪佢坐嗰一刻，你就係渡佢個心。星期回覆陌生人溫暖嘅評論，唔係為咗展示文筆，而係話俾佢知，係偌大網絡孤島之上，有人睇到你嘅痛苦。道心唔需要專業心理學知識，只需要你當下嘅看見，當下嘅陪伴，
呢種無形嘅守候，往往係好多人捱到天光唯一嘅支撐。至於道生係道教最博大嘅慈悲，唔單止針對人，而是世間所有活物放一啲貓糧俾流浪貓，為路邊枯萎花草淋水，細心照料，唔捨得丟棄嘅小生命，全部都係道生。道教見解深遠，精奇。成個世界本來就係一個巨大能量場，善待任何生命都係維持呢個場嘅平衡。好多人會諗，養寵物幫小生命到底圖啲咩？只係自我滿足啲，甚至有人會覺得呢啲人矯情。但道教話你知唔係，呢係深層嘅覺悟，生命唔係人類獨有，係萬物共享嘅權利。而你作為呢個天地一份子，有責任幫唔識講說話嘅生命渡過難關。你救嘅唔單止一隻小動物，仲係自己唔忍心見萬物受苦嘅柔軟本心。既然每一件小事都屬於嗰度，點解我哋仲會感到空虛？因為我哋誤解咗無量，好多人以為無量就係要度盡天下，所有人拯救所有苦難。嗰度人經寫得明明白白，無量從來唔係講數量，而係時間同心境嘅重心，代表不受時空束縛嘅連結。你做完善事轉頭就忘，唔緊要，重點係呢件事係受助者心底係歲月長河入面激起咗點樣嘅迴響。好似前文提到嘅老人一嚿拳頭，當下只係一嚿食物，隔40年回望，就係17間小學幾千個細路嘅未來。你嘅善意唔需要跟進後續，本身具備自我延續、自我傳遞嘅力量呢，就係無量。你只需要負責播種，日後長成森林抑或灌木，交俾時間，唔使你掛心。而你自身嘅價值已經完整流循，係播種嗰一瞬。我哋要承認一個殘酷現實，我哋呢一代人啊，生活節奏太快，心太急，事事追求即時回報，做任何事前都會不自覺衡量價值。我花時間幫同事可以得到咩回饋？做一晚情緒垃圾桶陪伴物，日後佢會唔會幫我解決職場難題？買禮物俾爸媽，可唔可以換佢哋一句讚賞？當你帶住利益交換嘅心態行善，所謂嘅嗰度就變質咗，唔再係超脫世俗嘅善，而係帶住刀徒心態嘅投資。一旦冇收到預期回報，即刻嗰入空虛心穩咧，覺得全世界都辜負自己。而道教留低嘅解藥，道人亦即道己，就係要帶你跳出呢個功利牢籠。你覺得付出冇意義，唔係因為善意冇價值，而係你將道當成單向交人啊！你以為自己係拯救者，消耗自身填補人哋嘅缺口，大錯特錯。1500年前嘅道教早已睇透，人一世最深層嘅孤獨，來自自我無用感，覺得活着冇意義，唔係你真係毫無價值。而係你將自己封閉起身，當你所有注意力只擺係我有冇變優秀，有冇變有錢，有冇成功，呢啲自我層面就會慢慢切斷同世界所有連結，而道人正正係重新建立連結嘅橋樑。當你伸手扶起陌生人，呢個舉動會喚醒你心底沉睡嘅柔軟，呢份溫柔係人性最珍貴嘅部分，令你意識到原來我嘅存在可以影響身邊事物，原來我活係世上有真實嘅痕跡。嗰一刻得到救讚嘅係你自己，將你從空虛孤島拉返真實人間。呢種感受再多金錢地位都買唔到，驚奇。所以當你抱怨冇人報答你時，不妨反思付出嗰段時間，你內心有冇因為施予而覺得純粹嘅平靜？如果有，你已經賺到呢份心安。就係屬於你自己最深層嘅洗祭。我哋之所以焦慮，只係參照標準睇錯咗。我哋活係演算法當道嘅時代，人人用點擊量、粉絲數、人工單去量化自身價值，以為只有數據化嘅成果先算成就。至於扶過長者、深夜陪伴他人、暖心留言呢啲事，因為無法量化，寫唔入履歷，就被歸類為無謂歷事。1500年前嘅道人經直接推翻呢個功利時代嘅標準。經文明確講，你呢啲微小善行唔單止作數，
仲係你係天地間留下足跡最真實嘅證據。你成功學忽視、輕視，甚至覺得幼稚嘅善意，先拼湊出完整嘅你。你以為自己毫無貢獻，只係不起眼嘅普通人啊！不妨試下想像，如果世間所有普通人細微嘅道全部消失，社會會變成點樣？冇人放貓糧，流浪動物就會餓死，冇暖心留言，失意嘅人會徹底絕望，冇路人幫忙拎寵物，辛苦嘅媽媽會崩潰。呢個世界唔係靠幾個英雄支撐，而係無數好似你一樣係細微縫隙入面用溫柔修補生活嘅普通人撐起。你唔係多餘，你係世界嘅基石，只係長期以來你唔察覺自身背負住人性嘅重量。再深入講下因果，中國人成日聽善有善報，聽到耳仔起話，但道教嘅解讀多咗一份超脫淡然。經文講唔係做善事就會天降好處作為酬勞，所謂報本身就係行善呢個行動帶出嘅結果。你願意度人，係因為心底本來富足，唔係你擁有好多先去行善升旗，而係你內心有慈悲，本身就已經富足。所以行善最大嘅回報就係你擁有施予嘅能力。呢份胸襟本身就係極高嘅生命境界。好多人一輩子都做唔到度人嘅，要麼終日為生計掙扎，要麼事事精打細算，半分柔軟都唔願意拿出。而你無論生活幾多磨難，依然願意真心待人，呢份本心唔係你活過最好嘅證明咩？當然，我哋唔鼓勵做無底線嘅立咩好人。嗰度人經講嘅係智慧，唔係愚昧嘅自我犧牲。如果每一次行善都變成壓垮你嘅重擔，如果你嘅善良只會俾人踩上頭，唔叫自我傷害道交，講求平衡，講求分寸。真正嘅道人有邊界，量力而為，守住自身底線之後，先向外釋放善意，先要道好自己，先有多餘心力道人。唔好為咗自我感動就犧牲自己，呢種自我犧牲式善良，往往暗藏自我陶醉，其實係對生命唔負責。而真正嘅道，從容淡定，順手而為，唔帶功利，唔做表演，只係身為人，順其自然流露嘅溫柔。往後日子試下將呢份道嘅智慧融入每一日濃睡，你依然會遇見唔識感恩嘅人，依然會經歷令人心寒嘅時刻。唔緊要，呢先係真實人間。唔好因為遇見幾個刻薄之人就收起善意，唔好因為幾段虛假關係啲就閉上心扉，完全唔值得。你嘅善良屬於自己，係你生命質量嘅體現，唔係隨便俾人索取嘅貨物。精奇，就算只係落雨天俾焦慮嘅陌生人讓路，深夜寫一封安慰老友嘅信息，陽台為枯萎小花淋少少水。記住，呢啲全部都係你嘅道期，一步步鋪開屬於你心安嘅道路。等到年華老去，回望一生，你唔會記得唔俾你署名嘅項目，亦唔會記得將你拒諸門外嘅禮物，只會記得自己曾經真心溫柔地善待過好多人啊！呢份回憶就係你成世人最大嘅收穫，唔需要顯赫名聲，單單呢份坦賴足夠令你面對人生終點時，從容同自己講一句：我嚟過，我愛過，我冇白活。就係嗰道人經留俾每個普通人最高層次嘅尊嚴。最後送大家一段說話：呢期唔好焦慮自己貢獻唔夠大，唔好懷疑自身存在嘅價值。世間任何帶住善意嘅舉動，永遠唔會白費。所有細微善行，最終會匯成你生命嘅底色，變成屬於你冇人能夠剝奪嘅尊嚴。唔需要人點讚，唔需要人給你名分，因為行善途中你已經活成發光嘅自己。願意度人縱使遍體立傷，仍堅持善良嘅你，先係呢個時代最稀缺、最珍貴嘅財富。無論生活如何待你，一定要守住能夠度人嘅本心。唔只係選擇都升旗，而係你活得有滋味嘅證據。大膽去愛，去幫助人，係每一個細微瞬間，唔計得失，唔求回報。你會發現，當自己活成一道光，曾經令你心寒嘅黑暗
根本傷唔到你分毫，因為你自身就係驅散陰霾嘅力量咧，就係道人經帶俾我哋嘅啟示。你係人間一盞燈，只要仲發光，就永遠唔會空虛。你自己升旗就係自身存在嘅意義咧，唔單止道教給出嘅答案，亦都係你對自己生命最溫柔、最負責嘅態度。餘生漫漫，帶住呢份通透好好生活，升旗發掘平凡日子入面嘅神聖，珍惜每一次能夠釋放善意嘅時刻，你會發覺呢個凡間確實值得走一趟咧，先係活得最有價值嘅模樣，亦都係你成世人無需懷疑嘅真相。